你们现在谈恋爱？有些女孩子说我的眼睛会讲话。怎么可能？你都低头呢？对啊，这只是虽然低头，如果看了真的会讲。就马上电到，就电到。那你喜欢他的什么？前部啊。前部对。亲爱的好妹妹，想念你。哥哥在山的那一边呀，盼望回故乡。我的心就在你的心里边。等等呀，1、2年，你还是不回信。我想你，想到相思病，眼泪掉下来。还没当兵之前的时候，没有那么深呐、直到说他要去当兵的时候，知道说原来我们那么爱他，要走了就哭了。亲爱的好哥哥离开我，妹妹在山的脚下呀，等着你回。你够爱我，因为你没有像我一样说马上结婚到你。当然会下一个很多体力、经济。等等呀1、2年，你还是不回来。我想你，想到相思病，恐怕你是来不及。亲爱的好妹妹，想念你，请你要相信哥哥会永远地爱着你。你说分手就分手，随你的良心。等等呀1、2年，你还是不回信。我想你，想到相思病，眼泪掉下来，眼泪掉下来。